高雄县也算社福机构训练身心障碍朋友，佢多路系教因人做棒啊、种花花草草、做手工艺品为主。不过，同样有一间高雄县系全台湾唯一训练眼神来做皮骨臀枕头的。现正一群身心障碍者常常变老的，故所因人想要打帮一个皮骨工作坊，眼神有因人作为地的头路好做，眼神的功能也唔会退化到眼角。 棉花太高要放低，不然机器会卡到。不要超过这个台子。拨开，两只手撕开，要把棉花撕抓到有硬块的就撕开来。雅娟，你棉花拿上来。高雄县的按照眼神对抬腿的杜方拿出柜台团嘅棉的放款来，动作虽然较慢，不过记得认真要专心来完成任务。秀美，你在做什么？成棉被。 撕棉花，撕棉花，做成棉被，做成棉被。这个棉花摸起来舒不舒服？舒服啊，好爽哦！一条眼神同放壳嘅棉呢，表到机器方便竞争，机器老棉呢做出一两一两嘅皮骨。 又特别系桃园苏研基金会附设教育院成立嘅皮骨工作坊，每个全国唯一自家生产皮骨同枕头嘅身心障碍机构。我爸爸以前是小学校长啊，然后他在尖石乡跟五峰乡当校长，然后他是因为看到山地原住民都没有工作，没有谋生技能。 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所以创立山地习艺所然后又40年前的时候，看到他有一些社会使命，他看到有些智障者没有地方收容，所以民国66年的时候成立启智记忆训练中心，所以我40年前就参与爸爸的工作。 你从印象，头班阿爸在训练3天演出面做皮骨，也好技术，无天错未做得来训练也到身心障碍嘅生命呢。不过训练无按规，但像係搞嘅也到，期待方面呢，线上做法比短嘅时间。主看佢哋糖嘅生来讲嘅嘛，向加棉花一拆开来，做唔得贴上锅，贴上锅机器会卡到。系，佢喺糖嘅生来用面，佢出做一啲嘅擦棉花，棉花擦cái機器經填通，佢出嚟經其他嘅冇，佢做睇嘅棉花都唔拉，所以佢係糖嘅上嚟講，棉花用翻差。前基礎嘅幫面嘅工作，做啲訓練眼神嘅疏導無足，韓國訓練佢也到下卡專心。因為功能下卡好嘅眼神，就會訓練佢也到團隊合作，韓國本身嘅能力。因為佢唔看嗰啲亮片，亮晒。 唔看到藝術無分意跟兩沙用辦合作，係佢兩沙合起來，強下唔係一片強一片慢，個皮數要擺隻，佢兩片愛強下速度要一樣，佢落去嘅皮張會髒，棉花來加下，佢係來冚機器，佢要看的是風色、槍色、開老關，這個知識會唔會分呢？ 對方面呢，都塗做好嘅皮骨，表現皮彈度好，再個查縫，一直到面紅嘅首先包裝也到，都係線上帶嘅也到眼神，向下來完成呢。對。为什么要剪？剪线。还有哪里？这个，剪线要注意什么？剪，不剪把布。一个人的话，那可能要经过半年到1年以上的训练，对，然后要一直持续，否则假如说做2、3个礼拜或2、3个月，然后停掉之后，
叫他自己一个人再去完成就比较有困难度。每认真有安尼嘅训练，看到自家嘅生命呢有进步，也就现成嘅家长就做得安心。屁股，还有乜解？有正頭啊，係乜解？除了正头还有个凉被，还有个嘛手工，手工。哦，手工艺品是不是？他以前都不会什么，他都比较笨嘛哈。他来这里真的写得很好，真的照顾很好，老师真的很爱心，对呀。如果我走的时候也放心了，对，我就有把那个忠心在这里，对。有種會指導醫監通。對。不過美國工作坊嘅產品唔充豐沛，也係手工藝品，較好賣出去。嗰數產品外賣到哪去就遇到嘅困難。因为我们的服务对象，他们其实对于技能的训练，记忆是短暂的。如果今天停下来1-2天，他可能某一些细节的部分他就会忘。那等于说我们要重新开始做这样的训练，所以对我们的服务对象比较辛苦的部分就是订单停了，他们就要重新再来；订单停就要重新再来。無訂單，現成訓練嘅機會就變較少。未會造成佢哋身體較強退化，不受夠容易沒動關係，也就衍生比類重造嘅問題。我做這個事業的起心動念，就是要照顧他們一輩子，啊，會為他們生涯規劃做一個很妥善的計劃，啊，這些住民，他們45歲就等於一般的老年人，正常人65歲，他們退化得非常快。那有鑑於現在的住民年齡越來越大，而且台灣老化的速度也非常非常快，啊，我就有意願想要除了做這教養院以外，我想要再設立一個長照中心。成立美國工作坊，唔但強調到眼神，就到位以後技能同專長，未培養佢到生活的能力。也一輛嘅美國導航，尤其也到3萬公司嘅辛苦同汗水水，也到咩希望，留下美國嘅溫暖同愛傳出去。